继续听到西蒙老师来做穴位按摩36式，那个开始都会做个EP的动作EP 动作都会做个40公分高的等的方可以做1/3，有时候做一半安尼穴位呢，我各出双绳或针出，个肩头呢，空下来沿住宽头线，两只手呢，手心都向下，讲个抬腿两只脚都张开，臀个肩膀差不多个发凸抬腿同小腿呢都垂直安尼讲唔会影响安尼脚部的血液循环T10式呢，是说 T10式都揉按紧侧揉按紧侧。主要这个用安尼做数先做数个大鱼际靠那样那个右偏的降筋也就好做旋转运动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按继续做个36式这弯数都用右手的大鱼际做个左偏的降筋那边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因为个颈部有个淋巴也有个胸锁乳突肌这是一个肌肉，然后呢，它有胃经、大肠经、小肠经经过这边所以当我们常常按揉这个胸部颈部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比较不会往下垂有些人常常吃药，然后颈部的淋巴排毒不良，那就会造成我们这颈部松垮还有这个好像有些东西积在那边这个不太好看所以我们继续做可以做36次记得就是大鱼际对着这边胸锁乳突肌这边有大小肠经，然后还有这个颈部淋巴然后换手这样做最少36次。然后再来，我们做第11式。11式是摩擦后颈摩擦后颈就是2只手扣然后将个降筋还有背都左右左右安尼运动顺序也会运动到安尼肩头肩头会酸会软的也个动作几好有个拉筋的动作或者安尼。一方面，降筋呀、后降那边呢，有能量的补充，还有个动作对俺那个肩头的放松各有帮助你做36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那个颈部运动就降筋的运动呢，对俺的头部肩头双绳都各有帮助然后俺们都来做个12式颈部运动，降筋的运动降筋运动有前后左右前后左右个旋转也都可能开始来做1、2、3、4、5、6、7、8都正直2、2、3、4、5、6、7、83、2、3、4、5、6、7、8 4、2、3、4、5、6、7、8 5、2、3、4、5、6、7、86、2、3、4、5、6、7、8 7、2、3、4、5、6、7、8 8、2、3、4、5、6、7、8我们可以做前后的8次8次嘅颈部运动个左右1、2、3、4 5、6、7、8
1、2、3、4、5、6、7、8哈，3、2、3、4哈，5、6、7、8都4秒钟哈，安尼都左右啊4秒钟哈，伊去向下做8次哈，8次哈，过来都旋转哈，1、2啊，也个角度哈，无太太哈，差不多15度哈，个头那个旋转哈，差不多15度，莫太太哈，太太可能会伤到安尼钢筋哈，或者都先左转，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哈，可以继续做个36次哈，个俺们做顺时针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哈，20哈，可以继续做36次，好，也个颈部哈，颈部的运动呢，就影响你身体哈状态，大概多颈部的时间呢就缩小哈，或者俺呢会时常会僵筋哈，会有酸痛啊，安尼都可以做一个前后啊，然后左右啊，然后再旋转啊，俺做来做呼吸泡，呼吸都按揉哈，颈侧啊，颈侧就做数哈，一个按摩一个优术片那个筋啊，僵筋那边哈，1、2、3、4、5、6、7、8、9、10啊，个弯优术哈，1、2、3、4、5、6、7、8、9、10啊，过来做摩擦哈，后颈都那个数哈，相扣哈，讲来后背啊，都左右啊，左右嘅活动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我继续做到36次啊，36次以后呢，俺的颈筋哈、肩头都会放松啊，也对俺的血液循环都更好哈。过来复习那个颈部运动哈，颈部运动头都有讲过啊，先向前哈，1、2、3、4、5、6、7、8，1、2、3、4、5、6、7、8哈，就是1、2、3、4都在前后哈，5、6、7、8哈都在中间哈，1、2、3、4、5、6、7、8，1、2、3、4、5、6、7、8，3、2、3、4、5、6、7、8，4、2、3、4、5、6、7、8哈，头先后背做以后呢，就做左片右片哈，1、2、3、4、5、6、7、8，2、2、3、4、5、6、7、8哈，3、2、3、4、5、6、7、8，4、2、3、4哈，这个就是在拉筋哈，我们那个颈部的经络哈，假如很紧的话，我们就容易酸痛哈。然后我们再做旋转，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意识啊，过来顺时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做过下以後呢，我哋又做過 T10、T11、12、34哈，啊，我哋都做一啲手工啊，手工啊，做調色啊，都調戲哈，3到6次啊，我哋嘅大家呢做個真好啊，今日都做到也好，15年。